好，跟住下一件係好多心形嘅。我哋一講到結婚咧、喜慶嗰啲咧，嗰啲心心相印啊、好事成雙啊嗰啲咧，就係叫做永結同心，係啦，永結同心咁嘅意思嚇。咁啊，意頭非常之好嚇，咁好適合即係喜慶嘅時候去佩戴啦，或者係唔好太隆重嘅。咁我哋咧平時咧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小配飾，亦都係非常之清新啦。嚟到去脫俗嘅時候咧，咁亦都係非常之咁吸引人嘅咁樣樣。OK，咁PSL 3009啦，一個18K 金嘅一個，都係一個行人嘅吊墜嚟嘅。係啦，咁呢件實價咧10500，係啦10500。咁中意嘅話咁cap 翻圖俾我哋咧，幫你安排付款同寄貨，係啦10500。顏色靚，水頭亦好嚇，都非常超值嚇。如果中意嘅話咧，切勿錯過啦10500。本身呢一件石咧，佢嗰個種質非常之好嘅，有啲透明度嘅，係啦，嗰個種質非常之好，同埋顏色又靚啦，滿綠嘅一個顏色係嘛，一個值得推薦下。一個18K 金天有冇鑽石咧？呢件冇鑽石嘅，係啦，18K 金黃金嘅一個雙嵌，係啦，實價咧10500。中意話記得 cap 翻圖俾我哋，幫你安排付款同寄貨啦，係啦。OK，係啦，好，繼續下一件。好，跟住咧呢一件都係一個行人嚟嘅嗱，所以我話咧好多即係心啊介紹俾大家，係啦，一個行人咧都係一個行人 PSL 30010，係啦 PSL 30010 18K 金嘅一個行人吊墜，亦都係行人連續3個行人，我哋非常之好多嘅愛啊，好多愛滿的愛俾大家，係啦 PSL 30010。呢一件咧嗰個尺寸25×22×2嘅，實價咧就9000蚊，實價就9000，係啦。歡迎 cap 翻圖俾我哋，幫你安排付款同寄貨。呢件咧就全個圍邊箱嘅，係啦，冇封底啦嚇，推薦俾大家，係啦。呢一件咧實價9000蚊，係啦，實價9000。18K 黃金嘅一個圍邊嘅雙嵌啦，都顯得非常之好睇嘅。其實我覺得黃金係即係而家嚟講咧，因為白金會比較流行一啲咧，變咗黃金咧係即係比較少人去佩戴嘅。但係咧，即係你睇翻轉頭咧，其實佢黃金有黃金嘅靚嘅。其實咁當然啦，如果最一啲我留意到最即係而家走得最尖端嗰一班即係雙嵌咧，其實就鑲緊黃金同白金咧係一齊鑲嘅，做翻一啲唔同嘅顏色嘅配搭啦，咁樣，咁然之後咧佢撞出嚟嘅效果咧係非常之好睇嘅，咁就所以總體嚟講咧，我覺得黃金係有黃金嘅靚嘅，因為佢本身有顏色咧，咁又會顯得嗰個翡翠咧更加之係高貴啦、大方啦，所以咧一直都即係後來就俾白金就取代咗啦，但係咧對於而家嚟講，我覺得咧黃金可以慢慢即係興翻嗰個顏色都可以嘅，係啦咁樣，即係唔好戴嗰啲粗金鏈嗰啲咯，但係咧一啲比較精緻啲、幼細啲攞嚟做真係做一個襯托嘅。我覺得咧係絕對係可以嘅咁樣，推薦俾大家係啦，9000蚊一個實價，18K 金黃金嘅一個行人吊墜，係啦。好，繼續洗淨。我哋雙金嘅分價系列咧就